坐高鐵暢遊福建三城，踩遍鼓浪嶼的百年洋樓，打卡黑神話、悟空、取景地開元寺，仲要嘆盡姜母鴨、鳳肉等閩南美食。快嚟參加我哋嘅福建4天團啦！3晚連住廈門酒店，唔使搬行李，全程零自費景點，玩得輕鬆又安心。第一深圳集合，包乘地鐵往深圳北站，搭高鐵直達漳州。抵達後先遊閩南第一村帝美古村，看閩南傳統紅磚灶倒映水鄉，走過百年石板橋，感受古村靜物。之後往漳州古城，向明清牌坊街，傍晚乘車往廈門，入住廈門柏納酒店或同級。晚餐攤閩南迎賓宴，姜母鴨、外皮焦香，肉汁滿滿。第二早餐後乘車往泉州，遊世界文化遺產開元寺，包門票，遠觀黑神話。悟空取景地東西二塔，看唐代古的千年榕樹與石雕龍柱。之後各堂送古街、泉州西街，再往華僑領袖陳嘉庚故鄉集美園區，包門票。贛翱縣嘉庚公園，看中西合璧的嘉庚式建築。乘車返廈門，續住原酒店，免去搬運行李煩惱。第三早餐後遊閩南佛教聖地南普陀寺，包門票。宵一住香祈福，下午車遊五彩環島公路，看藍天碧海與黃金海岸線。隨後搭輪渡往鋼琴之島鼓浪嶼，包輪渡費。降息日萬國領事館建築群，外觀八卦樓、豐公館。傍晚返市區，夜遊中山路步行街，感受騎樓夜景魅力。續住廈門原酒店。第四早餐後之後往廈門地標海上明珠塔，乘電梯上360檔全景觀景台，鳥瞰廈門島、鼓浪嶼全景與金門島遠景。午餐後乘高鐵返深圳北站，包乘地鐵往深圳關口解散，帶住滿滿閩南回憶結束旅程。想報名就撥打熱線電話或加我哋 WhatsApp 留位啦。